学院的特派员佳佳。今天呢，就来搞台家向他来讲客家话咯。不过今日黑马的主题呢，就是今晡日生马鸡，今天吃什么？以今晡日上来生马鸡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，Let's go！ 好的，那我们今天主题呢，就是今天吃什么？今晡日生马鸡。那你们今天想要吃什么呢？我今天想吃生鱼片。哦，你呢？我想吃冰淇淋。哦，冰淇淋真的，现在天气蛮热的哈。臭豆腐。哦，臭豆腐很不错，臭豆腐 OK。烤肉。啊，披萨。哦，披萨啊，意式料理系列的。那你呢？吃妈妈煮的菜吧。哇，好温暖哦。那你呢？吃拉面吧。年糕之类的。啊，韩式年糕、泡菜锅、泡菜锅、炸炸鸡、炸炸鸡。炸鸡 OK。因为今天想吃牛排啊，想要吃牛排这样，有关牛肉的东西这样子。寿司。哦，寿司、拉面嘛，对不对？你会点什么口味的拉面？酱油拉面，啊，原味豚骨，也是豚骨，番茄炒蛋，啊，番茄炒蛋，还有嘞，青菜。哦，青菜。今天想吃汉堡， OK， 沙拉啊，沙拉，哇，你好健康哦。那你嘞？意大利面吧。菠菜。啊，菠菜，还有吗？给还有什么？牛肉面啊。对，你喜欢吃牛肉面吗？都有吃。烧麦。烧麦，还有嘞？蒸饺之类的。哦，蒸饺之类的，是一样的东西哈。肠、排骨饭、牛排、米台里面、然后哦，烤面。怎么觉得你在讲脏话？感觉你带坏我的。排骨饭，排骨饭。对，然后肠。对，肠就是生鱼片的意思。牛排，牛排。哎，很好。意大利面，你猜看它什么意思？意大利面。对，就意大利面哈。烤牛。对，再一次大声点，肠。牛排，意大利面。然后哦，泡面，对，靠尿。啊，肠，对，肠。对，肠就是生鱼片的意思哈。烤牛，很不错。牛排，排骨饭。哎，然后排骨饭。哎，很棒哦。意大利面。哎，还不错哎，真的是客家人。没有。意大利面。排骨饭。哎，你有学过客家话吗？没有，但我是新竹人。哦，你是新竹人。我有听过。你是新竹客家人吗？不是，也不是，就是新竹市。竹北人，但是我们家不是客家人。了解，哇，比较常听。OK。哇，嘎嘎先生，今日按讲都做唔得个铁板人，用我按送面，原来就系啊。你就唔知吼，那位前面的就爱安讲嘅主持人哦，吼，聪毛啊。好咧，今尾我两集唔系来打嘴鼓，系来教大家用版言讲客家话。故说咧，今日咧提早了教大家讲咧，是讲加鲁方有青岛人讲，其实上来生物界，所以我留大家教一些肠。哦，肠。肠咧就是生鱼片。那我们呢也可以用一个句子把它套进去，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吃什么？比如我们隔壁嘅同事想来生物界嘛，故说你用客话就做得讲，今晡日想爱食物雞。今晡日想愛食物雞。方言意思就是你今天想要吃什么？那刚刚在那个路上啊，都路上没看到青岛人讲，你想爱食肠的这句话，没做得教大家，愛今晡日想愛食腸。愛今晡日想愛食腸。華語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想要吃生鱼片。講到腸真嘅動聽吼，後來水爸爸哋順一下順下。快事咧！哦，想起來就懂想愛生咧吼。唔錯，唔過咧一般時節吼，平常時節嘅腸吼，唔係真嘅按好買，要快落去吼。冇錢啦，冇錢要當歸啦，吼，錯冇。唔錯，平常時大家接食嘅東西就係偏凍，嘅偏凍又清到口味。加油糖都有人講，佢平常食嘅就係排骨飯。排骨
饭。俩方言意思就是排骨饭饭。这你家经常好吃排骨饭吗？唔係我好生冇一生，就係我只有吃排骨飯的闽南啲麼嘿。所以呢，我們一起來複一下前面的句子，問一下隔壁的同事。嘿，今晡日想愛食乜雞？今晡日想愛食乜雞？你今天想要吃什吃什麼麼？那今天如果他說我今天想要吃排骨飯，我今晡日想愛食排骨飯。我今晡日想愛食排骨飯。這個意思呢，就是我今天想要吃排骨飯。用蓋散，我不止排骨飯想要吃，我們想要吃其他青島的東西，比如講像我生日家下，我請好去嘅牛排店。啊，有牛排店要當好生的吼。古時候你下愛搞太假就係牛排。牛排。哎，這方言意思就係牛排。哇，講到牛排真係好難睡八八點。對我來講，我係時候亞視嗰種牛排，其實就當好生的，錯冇？骰子牛去炒。錯，走得。哎，假是呢，根本有個同事，他就是想要吃牛排，你也可以問他說，哎，今晡日想愛食乜雞？今晡日想愛食乜雞？你今天想要吃什麼？那他今天說，我今天生日，我今晡日想愛食牛排。我今晡日想愛食牛排。兩個意思就係我今天想要吃牛排。哇，也完全就會你嘅記憶呢，吼。真嘅懂好食牛排。牛排代言人的亞威。哎，真嘅骰子牛幫我上骰子的骰子牛誒，吼，錯冇嘿。好啦，唔好搞啦，唔好見本來搞他講下飯吼。剛剛沒看到有人講啊，他很愛吃不一樣的異國料理。啊，真嘅，像台灣亞威吼，食嘅東西多元化 ，international 嘅錯冇啊。international，加上有人呢，啲檔主時節，甚至去便利商店嘅買到就係意大利麵。意大利麵。我們再來一次。意大利麵，意大利麵。好，這個意非常的難發音哈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發。發這個意的時候呢，記得你的舌尖要往上頂到你的上顎的部分。意，嘿，對，沒有錯。舌尖聽聽呢出錯嘞。對，聽呢，千萬不可以頂到你的牙齒，不然就變妮了，妮就不對了。就唔錯嘞哈。好，我們再來一次。意大利麵，意大利麵。好，驗事就來問隔壁嘅同事。嘿，今晡日想愛食乜雞？你今晡日想愛食乜雞？你今天想要吃什麼？那今天他剛好想要去便利商店，說哇，我當久冇食到意大利麵咧，我今晡日想愛食意大利麵。我今晡日想愛食意大利麵。意思就係我今天想要吃意大利麵。講到意大利麵咩，其實咩有當到嘅種類，當到嘅現切啊，嗬，pasta、spaghetti 啊，有千多種，像係醬咩冇香樣。係，像有鳳醬啊、腸醬啊、拍醬。哎呦，講到要流口痰水呢。冇錯，唔過咧，沙下來搞太假呢下嘅呢，也是平常我們就是都半夜班嘅時節，雖然唔係傳統，唔過呢下真正變咗太假嘅習慣，就係講愛食烤肉。再一次哦，烤肉。烤肉就是烤肉。到中秋節的時候，大家就會一家烤肉萬家香。古時候呢，假使今晡日到半夜班的時間，你就做嚟問隔壁嘅同事，今晡日想愛食乜雞？你今晡日想愛食乜雞？你今天想要吃什麼？古時候呢，假使真正係半夜班到咧，佢就會講，我今晡日想愛食烤肉。我今晡日想愛食烤肉。兩個意思就係我今天想要吃烤肉。講到了烤肉，真的是
半夜班听说会乡下大雕丝错错错，听错爱做嘅事情啊吼。冇错，家下大家就学得按度嘅无腔样嘅东西，按度无腔嘅传调。唔过咧，讲到台湾，家下李嘉欣上面有讲到台湾係多元化嘅社會，有千多無腔樣國家嘅料理。錯。甚至連台灣本土就無腔樣族群嘅料理。係啊。呢道料理都得按用版人講咧。用版講咧。請大家手抓下，聽聽愛兩下鄉下出發了，Go！